应该强抢民女，万不与我此事。越剧《王老虎抢亲》是一出讽刺喜剧，讲述了王老虎抢亲赔了妹妹又折兵的故事。其滑稽诙谐的故事情节、轻松逗趣的舞台效果，广受观众朋友的喜爱。其中，江南才子周文彬和王老虎的妹妹王秀英，当年分别由越剧表演艺术家毕春芳老师和戚雅仙老师来饰演。毕派的表演自然朴实，擅长塑造喜剧人物，把江南才子周文彬男扮女装戏耍色狼王天豹的传奇经历刻画得惟妙惟肖。我舅舅是个帅名人，其实凶人他都知道，正义人民有韵味醇厚、朴素深沉的期盼，大多塑造的是悲淡形象。在王老虎抢亲中，却一改戏路，刻画了一个秀外慧中的美丽女子王秀英与周文彬、王老虎之间，演绎了一场欢喜闹剧。怎么一回事啊？父亲，她是男扮女装，所以哥哥把她寄在女儿王中。你。王家四大门的高，我怕去高。剧中其他人物如王老虎、祝枝山等艺术形象，也是个性鲜明、有血有肉，刻画得栩栩如生，让人啼笑皆非、忍俊不禁，达到很好的喜剧效果。我现在疾病来取舍。作为一部经典的七臂代表之作，越剧《王老虎抢亲》至今仍是七臂戏迷的青睐之作，更是七臂后起之秀们的心仪之作。在王老虎抢亲的故事里，感受不同以往的才子佳人、爱情悲剧的喜剧魅力。周文彬、湖南白妹妹、聪明别行情，哎呀！兄，这用事啊！好剧，好剧呀！小姐啊，与你各敬三杯。三杯，今儿与周大爷敬酒。是，请。哎，小姐啊，你进来做小妾，是就是为你的婚事呢？司金刚等用。哦，原空不知讲，还没有着了啊！那定是岳老大爷因缘不让，把你的名字都忘了。依我看啊，你还是到五台山媳妇为生算了。早休的取消。好，请。小姐啊，话虽无此，我不但让一瞧，一足继续。好，今儿去琵琶来。是，但不知周兄细听我瞧。
我对此道素不精通，悉听真辩。这样说来，我是在对牛带情了。须做便宜，快快带来。周大爷，凡是叫我家相公带一出周军出杀可好？哎，好，周军出杀，好。好了，好比玉盘棍子，为是高山绿色，弹得好，弹得妙，真是妙极了，妙极了。献丑啊，是献丑。咦，小姐看你呀！也下去。提起举美人这样哦，不知从何而来。小姐啊，你倒是给我听听看，这样么？文兵一姐姐名文英，相貌与我一模一样，家母还是张上正，时常陪伴多离分，他是一虽上传重兵呀，上无要命归，只因家母是孽生，终日挂怀理不定，稍稍他见我追的是毛相思，就将我暖伴与照天娘亲，从此以后出了名，这美人三是转变行，这暖伴照看不清，此事令人不可信。不是文兵夸大口，你满身障碍
人面前看得清，哪怕在人庸之中能将你认。好，今夜周逢元宵，假日灯火辉煌，你可该在这人群之中一试。这有难要个地方3月的，3月的就是3月的。老周，你先走一步，小弟给把后起来。好，妈，小姐，我是认出了嘛，你别怎样？莫非老周有意？主心，你要赌什么啊？文银100两，死了可不能拿。情愿结账，结账就结账。哎，老周，今夜3月台上见。小姐呀，趁早备好东道去。小姐到此啊，原因毕露。周大爷，你看那边又来了一台灯。哎，周大爷，这样好的彩灯你不看，在想些什么？嘿嘿，静儿啦，你家相公男扮女装，你说周大爷我认得出还是认不出呀？我看啊，就认。哎，你的眼力不错。居然认得出，认得出呀！哎，周大爷，我的话没有说完呢。你说下去。我看啊，就认不出。无意见得。我家相公男扮女装，不要说你周大爷，就是我家老夫人也认不出来。哦，不慌，你周大爷的眼睛，又不大方便。哎。静儿啦，你下得去看着，你家相公一到，就先来告诉我。我家相公男扮女装，我也看不出来。哎，你在他多年，比我总好一些。静儿啦，你快去，你帮助我认出了周相公，重重有赏。周大爷，去，快去。谁有什么赏？我还是江西人不问，是故事，待下看灯去。晴儿也来一心，烦来我心不定啊！3月台前人日上，贤妻用真看灯。我天生一双，今日俺怎能认出朱文啊兵？银块几招定啊妙计呀，叫君儿带下先去等。方才快看十大娃，
位大嫂，请了，请了。毕竟鱼龙长女生，倒也要得上3分，让我也来开开他的玩笑。哎，你可是找人啊？找谁呀？关你什么事啊？不要装腔作势，可是来找我啊？找你？是啊，我在3月台上等于你都是了。你无说些什么？嘿嘿，心照不宣，国人肚里明白。不是，你管处处杀礼貌，菩萨把那瓦天道，杀不可年年之劳，送官就判并不少。他想用官府来吓我，送官举牌我不怕，倒是你男扮女装才不孝。谁男扮女装啊？带来倒与3分享，真是年纪他也老，这样那样就没人，看来倒像就老老。什么最老老王老老的？谁认识你？你不认识我，可是我认识你。好了好了，我在这里写过了，写什么写你100两银子。 ？100两银子？哎，大丈夫得得到不得起，是即是，银必银，万丈什么糊涂啊！哎呀，我看你这个人啊，真是疯了！就是疯了，也不放过你。哎，你再这个样子，我可要叫人了。就是要叫我万事问你要100两银子。林生，哎，月霞，你在哪里呀？我在3月台上等你啊，你快来呀！来了，来了，请了。死呆子，他在大光中调戏于我，你还与他应什么礼？冤罪王爷，冤罪王爷，看他也是空忙之徒，而斯文之人，怎会因此非礼之事，定是而无为了。什么无为？放在他明明是。对呀，是错哎，是错哎。啊，这位先生方才多有冲上，请不必加意。请。请。啊，娘子，我们还是看灯去吧。娘子，请。娘子，请。真的不是小周加班，难怪晴儿不来告诉我。还好，细细闹出事来。又来一个，他故意加倍找我，分明做实心虚，定是小周。哎，这一次不会错了。哎，小姐啊，哎呀，不是我老早夸口，只要一见你背影，谁知道是你。办得美极了。正有成语落叶之用，必有绣花之貌。不是我老祖，才能生得人，你是个男人啊！谁是男人？你是男人，你是什么眼睛，连男女都分不清。哎，还只求问问心中有数。
好了好了，100两银子快拿来吧。啊，要100两银子？哎呀，你这人，我与你素不相识，是什么银子不银子的？快让我走！快让我走！哎呀，来人啊！来人啊！哎呀，乖人，娘子，什么事啊？你怎么来得这样晚？我在这里等你。他女无人知，说我是内班女长，还问我要100两银子，来自我不放。哼！看此人多多算算，绝非好人。你这位师兄休得动气，刚才是我不好，万请原谅，这是出人了人。哼，你又不是瞎子，分明是有一条小。对呀，看这里灯火辉煌，而你又不是瞎子，分明有一条小。待我敬你点礼儿看看。那位师兄，你看我的眼睛不变，君子同口不同心，万请原谅，万请原谅。嘿，哪有像你这样的君子？走，我与你见官去。妈，这位相公，看他样子不像是个坏人，你就放了。魏大姐说得有理，说得有理。好吧，就放了他吧，我们快登去。好。嘿，下次再办，绝不轻饶。是有运气能再玩。多谢这位大姐，不必客气。下次看人不可是此路嘛。是。小酒怎么晚不来？我早就来了。莫非他就是？贤居之间，引以为兄，不可鲁莽，须加小心哦。他没有认出，让我接上去。人家大师说，身在下奴，怕是小酒。不对，要是小酒加班，今我应是营长，岂为吃断全家？不可鲁莽，居家小心，留人眼。还没有认出，老周只等到你死定了，待我再接上去。你这位姑娘好不识礼，我娘到哪里，你记到哪里，究竟是无道理呀？咦，三月台乃是宫中之地，你能看得，我真不能看得。好，你看，今夜说我竹子山倒霉，竹子山。哦，你莫非就是苏州大名鼎鼎的竹子山竹大爷啊？哎呀，小女子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失敬啊是失敬。奇怪，你这位姑娘是谁？啊，竹大爷。小女子家住在清房，相隔周家一人家。
徐大姐呀！乃寡是此面容。刚才夜雨堂的外请月亮，奴家只想背礼。奇怪，这是我的眼睛不好，这一次可没有乱人，些许呀要闹出笑啊！朱大爷，你为什么不与周相公同来？哦，他这可是嘞。徐大姐呀，你时常经出他家，可以去周相公拜过美女呀？哦，你说的是周相公男扮女装啊？是啊，这件事我是知道的，一清二楚，三明四白。哦。周相公当年扮女装，是我亲手掐手掌。他头上发髻与我挽，上缝纸花是我插上，一列脂粉与我们，两条绿眉是我画上，上下衣裙与我穿，左右陪拐是我带上，目色相邻神不出，就是那亲生娘，一乃分别风雨往。你的情绪来穿戴，引人生出这模样，不是虚大怕海口，我要认他已是败仗。真的？谁来骗你？哎呀，徐大姐呀，与你才是了吧？就像公今呀扮女装，要我当面认情伤，这一我眼睛不便当，请求大姐来帮忙。少得他是到此来，请你对我也讲，这种事情我不干。事情要谢你，谢我什么？谢你明知无这良，一为定就不是冤。好。哎呀，徐大姐呀，你既然答应我，应该仔细掌握。不要急，不要急，我啊，只要守在这里眼睛一闭，就知道他来与不来。倒看你不成有这样一套本领。哎呀，周相公来了，他在哪里？他在台前，我在台前，他已上了楼梯，我上了楼梯。哎，怎么不见？他靠近你身边，靠近我身边。我这晚上不见，老子想你就在这里了。小姐呀，你这姐妹人呀，真是当之无愧。老子棍把下风，棍把下风。老周只懂到你死定了。小姐们呐，这大爷漂亮的美貌姑娘，抢两位去来。
应该强抢名誉，万不与我自身。好一个标致的姑娘，美呀美，美到无可奈我的美，美而又美，这是说不出来的美呀！来呀，把我这姑娘为夫。哎呀！你为什么见我避而远之？我怕你，怕我？我不是同你一样，越耳朵越眼睛，越不得越啥个可怕？人家都说你是老夫，老夫要吃人的呀。哎，世上哪有穿着衣服的老虎啊？就是这种衣冠禽兽可怕。哦哟，这话倒有些理也。省来一些，我老夫他杀心高诈迷心强，最文兵有心与他去开玩笑。大爷，民间女子貌丑刘大爷未免太夸耀。做
彪，快吩咐下去挂灯结彩，摆酒设宴。是，慢了，怎么娃娃没有讲我是要摆当人听？哦，退下，那你有话快讲吧。是。他也是恩高义高，情啊也高，我许他披萨的心肠也动摇，只可惜不写什么啊？只可惜父母做子没扎也将我的终身糟害掉。你早就配了啊！是啊，配的人家本啊心高，丈夫名字叫高什么啊？高的宝，我的宝，他是做什么生意的呀？高的宝，他牛杂里面走大夫，啥子这样手多苗，小小的婆知道，我送些银子问啊是了。不行啊！为什么不行啊？高的宝，他力气大，脾气差，怒火上身为同道，你若比他把婚退，他对准你喉咙手一拉刀啊，把我当子贼呀！是有些怕人。哼！我王家四大门的高，我怕去高登拉包。他跟行是找上门，不送他结婚去坐牢。那混账啊，本事好，一条嘛连条，嚓啦啦啦啦，头上套。管他3年再从军，叫他一命不应当。从此你跳出皮鸟灯，见当哎，可以你把对。咚哒啦，咚哒啦，王彪，他吩咐下去，挂对去开摆酒设宴。是，慢了，我还有话呀！哎呀，我在后里门，你在市里，王彪，小人告退。哎，你就站在这里，是，那你话快讲吧。杭州人里最不孝，大义的名声不太好，人人称你是王老夫，一见女人就脱了包，口是没大，心是铁，我许他嫁了你人要少一趟。王彪还很真实。
也多为人。我气恼哎，你的打我不为谁？你的骂我为笑。你真的有这样好啊？你若不信，何为王表？王表，你说对吗？哎，我叫大爷说的是啊。我不信，有道是一见是真，耳闻是虚。哦，你若不信，我可以当起你看。大爷，你往日的护卫到哪里去了？女人家嘛，就喜欢这一套，到了手才知道理。到了手才知道理。王彪，快吩咐下去。慢了。哎呀，我还有话呀。哎呀，你怎么有这许多话呀？摆了堂再讲话，讲好了话再摆堂，先摆堂再讲话，先讲话又摆堂。王彪去，小人。哎呦喂！王彪。啊，小人就站在这里。哦，那你有话快讲吧。家境虽不好，堂堂里女大思想，大爷真要把我讨，三件大事不能少。争取要走花家，我走到那山的山前，今天我是王大陈清八大要登明朝，件件事情多一年，陈清一定要来见笑。我已经说过他生道，再开玩笑要是糟糕。既然凶人他都知道，正月15出远门啊，归路一定要女讲道。正月15走外瑞，黑
上一定要起风暴，上山要落我家人，过河要到独木桥，马蹄中年长大草，早要被天火烧。生女长大呀来当，要来到头要进苦苗，成亲更是不得了，新郎是头昏眼花，手脚抽筋，不打三招，要命疯了啊！哎呀，有这么厉害呀？我有些怕人。那因你之间，你与我之间要等明早。今夜你君也先送我回去，明早你怕花家来迎娶我啊！今夜在东四房燃烧的小火，我一个人害怕，我差养会陪你。现在我已经是你的夫人了，我谁要他们陪，还是让我回去。有了，今夜我陪你到我妹妹房中去介绍一下，你看可好啊？你妹妹，这就作为成了。
深更半夜来此何事？有一姑娘要为妹妹介绍一下，平时她又把两家妇女抢来，鸟有苦，人有家，为何要向我介绍？妹妹十指低气，定然不依。给我骗她一骗。啊，妹妹啊，哥哥放着去看花灯，见一位姑娘哭哭啼啼，好伤心。哥哥心中过不人，我追上前去问原因，说是表兄妹看灯最受伤，回家之路人不清，我又怕人送他去，无奈一生无难言，因此我留他只一笑，把妹妹啊，你应该放的他的我看你呀，莫背上担心，有点靠不住。哎呀，妹妹啊，这是我把他抢来，我为啥要背到妹妹房间里向来呢？快来见过小姐。就让他留宿在此。哦，多谢妹妹，多谢妹妹。哥哥，时候不早，你可以走了。妹妹啊，她是乡下姑娘，不懂礼貌，你要照顾照顾她啊。咦，你怎么还不走呀？妹妹，明天一早我为了上楼陪她下来送她回去，你千万不要让她自己回去啊。来香，送大爷下楼。来香，是后这位姑娘，干嘛？来香，是后这位姑娘，干嘛安心？是，姑娘，随我来。在房中灯火微熄，莫非他还没有安在？听他谈些什么？表妹同欢分
送来爱做根，知道就好了。你若真心来相爱，这哪里还会有家？哪里就该他人传奇书中心。哎呀呀呀呀呀！看来小姐有意于我，我要妙啊！空悲世间光是他，人在两地他真知情。我不知道了。一城光阴一曾经乃马曾光阴，瓜子瓜哥哥不为我妹妹想，等到那陈老子我去家红我以为王夫门中一条心，有锤子沙土里面徘望经营，秀英一片真心爱，我走上前去十分明意。此事不能太冒失，我万须当面是真情。哎呀，谁？是我。姑娘，你怎么还没有来？我怕你怕什么？陌生地方睡不着，还是让我回去吧。哎，姑娘，事业一生怎能去的？那反正我心绪不宁，也不想安在，我们还是来谈谈吧。岂不是要打扰了小姐？不要紧，请坐。多谢小姐。姑娘，你家是哪里？小姐呀，是缘不缘情不情啊，离此也已300里路，请我放开头的早把叫做虚荣心，我叫徐大年18，至今尚未配婚姻，小无人家少离，3万不怕难为情啊！一层光阴一层金啊，曾经乃马曾光阴，我只怪哥哥不为我妹呀妹想，等到那陈老子我去家。
姐呀，东边子沟长长牛，西边子沟铁将军，南边子沟身体官，北边子沟李大人。啥？天生李，就是没有姓周的。姑娘，还有什么人家？没有了，没有了。他为我不嫁周福庭，我实意相问难为情。小姐，你要当听的是哪户人家？姑娘，马少吉生理的儿年呢？北面子沟无道士，西面子沟陈说明，左边子沟黄皮香，右边子沟冯医生，隔壁子沟陈虎郎，内个子沟。我要问的是有名人家。小姐，你要问的是有名人家，有名人家倒是还有一家。哪一家？你快说。北国有户好人家，家内在此真文兵。将来在此周文斌，他的为人的苦知情。小姐是此关心问，想来非过就是情，一非故二非情，那为我左当听来右当听。他师傅文章称起来，爱在故为同原来是此。姑娘，你可知道他家的经营啊？里里娃娃随随，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无一不知。哦，那周文斌他怎样啊？像我周文斌，像你周文斌，我说错了，我像周文斌啊。他虽是满腹文章，才是今婚姻大事却不忍心。开中上士千金女，听说名叫王秀英，才知小姐太虚荣，以她家境太清贫。哎呀，冤枉！什么？没有什么。他婚姻不仁，结有恨，一场大病上了身，足足病了3个月，瘦得像个苦字根，看来性命是难挽救。但是不得罪死里有风声。没有事啊，没有事，还好。姑娘，那后来怎样呢？那回去我不识。咦，这与你有什么相关？
快说呀！周文斌何在开中啊？开中里，几次他没来就请他几次他没来就请弟弟娘可答应。是马上开口就答应呐，你是几里我啊？上人家的周公子，好比是看蜜糖的在心，停下。三又三，吹吹荡荡，对哥们苦人人都是往里苦，我比往里苦3分空余人余落叶雪花吗？空余万卷丝丝三女命运，该不该生育不回家？管小气不是不依人，从今儿不睬在金须衣，不睬在不择群，不插花，不带碗，不读经书，不作文。等到今年6月6，我哭哭啼啼去在空门。小弟，你为什么听了我的婚事流泪？我是为你高兴的流泪呀。小弟，起码为我高兴，这婚事有比了。婚事有比，我左一下右一层这对姻缘不相称。你说什么？我左一下右一层这对姻缘不相称。为什么？我是一个大家婆，这两一场往山冲，将来夫妻是难到头，万事趁早莫人情。哎呀，真是谢天谢地！小弟，为什么我的婚事不成，你倒反而谢天谢地起来了？这莫非小姐你也有爱周相公之意？小姐，你若真心相爱，那你就该托人在街诉衷心。可是不人传奇，小姐若真的有意，我倒愿意代为要老，真的从不是假话。好，姑娘，你要
要亲手交接走相公，一定送到。听笑声慢慢地讲了，你讲，正月154月下，深山人海闹盈盈。我与好友来打赌，男扮女装去开花灯。这位你哥哥王老夫，他把我当作媒家人，抢着夫要成亲，我千言万语难脱身。他把我强吕小姐的闺房内，这真是美梦姻缘天造成。马三哥哥往天把，身体不做好事情，实在外面抢名誉，抢故事进了门，只是他传出去，叫我今日真做人，我撩起路就出房去。小姐要与姑姑把礼品买来买来，小姐千万不能许了花儿事情，小姐既然文兵也今日归来巧相会，也是你我有缘分，何不定下他的呀？一了恰你我也偏心。
小姐请教。哎呀，真是奇才，小姐多讲了。周相公既是真心相爱，那你就该是啊，就该代替门市一表忠心。不知为了何事啊？小弟大喜，原来是王兄吉吉，恭喜恭喜！但不知是哪家千金啊？左兄问的是哪家千金么？不错啊。我与他一见手中情，我马上将他请进门。我是抢进门的，请我抢请这位家人可答应？举止不得正位，不答应。啥不拉子，他跪在我面前哭尽。我还要考虑3天再成亲啊！王兄看灯逢喜事。我这夜看灯照不应啊，什么不应啊？我与夜里去问兵，一宿东营看爱花灯，正在看到高兴此，但若有人来纷纷，哭的哭来叫的叫，原来是一只老虎苍蝇啊！人啊，竟有老虎苍蝇人，小弟子为不知情啊！这张老虎凶邪狠，吊颈把我看为是本，身在我王兄差不拉多，真将小弟逼出身，再出身东张西望要去拉人，一眼看见周呀文兵，大叫一声个扑上去，抢了手去忙到奔，有人看见再出拉身，匆忙到进了王府啊门啊，到进我家不错啊。
人间。听他话中有词，分明是在说我啊！哎，不对，像我抢过多少女人，从未弄错。带我去问个明白。少兄啊，那老夫抢的是什么啦人？是我眼里最稳定，最稳定他是男子啊！那老夫男女分不清啊，只怪他家长扮得像啊，落在腹口送了啊命啊，听他话做是有因莫非我昨夜抢的是周文啊兵哦，既然老夫已经王府大门，小弟告辞。周兄且慢，为了何事啊？周兄请坐。周兄，昨夜周文斌故正叫张美女前往看灯。是啊。你等可是在3月台前冲山？是啊。哎呀，糟了，我妹妹。你妹妹怎么样？没什么。可是王兄昨夜把周文斌抢进你妹妹房中去了。哎呀，小周啊，因我得不了好事。周兄，周大爷，周太子，周知识，走。去窑厂来，这是何是好？小姐，我倒有一计在此啊！当地聘来从天降仙，王家人常归王。姑姑，你早，大爷你好早啊！看她这样漂亮的身材，分明是个女人，是什么周文斌假扮？哎呀，我先上了这山的当啊！姑姑，请坐。大爷，请坐。哎呀，看她脚踏实地，分明是个男子。妹妹，她此事不能有妹妹之事。姑姑，你说话为我吞吞吐吐。妹妹，你道她是何人？队伍地的许大姑娘呀。对，队伍地里的许大姑娘。咦，是你自己带她上楼来的，怎么反而问起我来了？幸亏妹妹尚未得知，带我带她下来去吧。来，快带我下来去。慢，这位姑娘为人很好，我想留她多日几天。留下去呀！哎呀，完得了！来，走。
即是此小生告辞了。哎呀，你是谁？将来在此之问兵。哎呀，昨夜曹操政府外请王兄原谅。且慢，姑姑你好。马生姑姑她不仁，为非作歹害虚人，虽履本是王金的，还是王家巨龙的，莫说是三尺洞男人们，就是那不懂珍惜不用神，你不在死亡进宫的，不遭绯闻抢女人，男扮女装还看不出，还要送他到归路门。我自从出得娘胎来，为人出过一步门，不耐人说句话，把不知把万事因，清白伶俐多称称啊！说我是三真是得三真的怪千金，今日名声陪你话，总算是挑着媳妇，一夕不亲。来香，请老夫人。是妹妹啊，我要是知道他男扮女装，我绝对也不会抢他回来。对，你可知女人家名声才要紧，这件事我岂肯欢喜谁怕来？二当清茶老娘亲，分清是非把理平，我们要细心到尽搞不清，虽说你在家不看随本分，王英不到起了名，愿我转上华名声，他一怒之下回家来要奖励，东家发用大印，赶出门去东市母事无人管。妹妹，你就表了我吧。小金，老夫人来了。母亲，女儿，女儿为了何事？你去问他。儿啦，为了何事？你去问他。你是何人？怎会来到我女儿房中？你去问他。母亲，母亲，哎，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母亲，他是男扮女装，所以姑姑把他记在女儿房中。你，哎呀！母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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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见黄土怒气生，为什么男扮女
好给当场收分明。小生总有千张嘴，一时哪里舍得轻言？姑姑是我父鄱阳红了眼，千言万语他不听，千错万错是姑姑错，此事不必挂别人。到了小姐归房内，不识真情为何应？对，到了妹妹归房内，不识真情，你又为何应？你讲。小生若是真情深，只恐怕坏了小姐好名声，把内人藏在闺房内，万事姑姑抢进门。此事若是这样开，王府颜面要对怪人。传言开，丑事要传遍杭州城。为了顾及王秀英，可怜可怜我周文斌，昨夜一笑不认罪，今日万家看公文。想不到他是周文斌，当年曾来识过亲，真是冤家何如风。不是立刻请他去同生，周公子请坐，谢伯母，周公子，你本江南一才子，文章人接近，几位小儿来扶墙，此事我也不再天宝快送周公子出府。天马自从昨夜被抢进门，家中必定降落，家中必定降落人。今日既然回家去，家母定要分原因。我实讲真情说出来，家母今儿真做人，我若不把真情说，欺骗
公子，想你男扮女装，避免有所斯文，随样出去，恐断送你的前程。我看不识也罢。铁宝，母亲，送周公子出府。妈，此事我可不识错，只可惜昨夜有人同开灯。何人？苏州家女做自杀，强亲只是他独自情。调转解开所有命，方才已经上门来，我一时大意路真情，他定要把个小行铁穿斩，将此事传给了杭州人。哎呀，一步为平，一步棋。人要紧，母亲，这桩事已闹翻天，要想收拾还不能，女儿无力我世上，去投入天堂了人生。哎呀，妹妹。还不辜负把主子塞请来，这啥子他不肯来呢？就用8人大轿把他带来。周公子，随我下来。做爷人，伯母大人有见讲。做爷人，这因小女王秀英，才是贵重为人。家教难攀高情，不为大义。哎呀，伯母大人啊，伯母幸亏当年为大义，我善于文兵是好友，他的为人不做人，杀将小计配给他，加了过去苦不尽。好一个厉害的做子山，好一个厉害的老夫人，我话未出口，他已知情。我先出骑兵来取胜。啊，伯母，做爷子不必太
千声。周文斌为人我知情，十三香隔一年多，老生常常记在心。淑女3千里，姻缘一线牵，我后悔不该不答应。今要就是再重提，拜请一直做媒人。做子山这只是女娃，从里呀过做媒人，还请一直来人间，此日小人难从命。老夫人，今有李将军就见，他来做什么？应大爷大喜，得来把扶。哦，请到四房蒙坐。还有沈夫人，只有是景夫人都来了，都请到四房蒙坐。伯母大人，这个梅花里走，我看到喜来了。原来其中必有缘故，请前日看在老身份上帮忙一次。哼！王老不强气，人人恨，拘留了多少女生，杀杀了多少好夫妻，痛杀了多少父母心，也是他自己作孽自己修，偏偏出强了周文斌。我已经写好传单一巴掌，要做做题目昂举人，的白子人才看起，才进你王府的秋名声。等我把传单贴了后，再谈做媒大事情。爷子，你千万不能去听。好了唱歌忘了痛，不贴真子在你身，就是吉他才进去，下次再不再忘音。做爷子，从今后老身一定年关交，不问年子一片心。做爷子，你千万不能去贴，快在老身份上做做好事。不贴可以，让我当面见过王老夫。理该请爷子教诲，这是他。哦，难道天宝兄也被人抢去了吗？老夫人，老夫人，老夫人，大爷找到了。哦，快去见过左大爷。左兄，畜生，你的家之道不小。
铁宝兄啊，相见不多一位，怎么多了许多？天宝兄啊，你这老夫啊，变成伪造貌了。你不要问，不要问，与谁喊各位光阴？七杂表多无虚人，无用敢当的代应。不是你祖上吃了的，就是你无毛平日少教训。生下你这个不孝子，人人笑骂哥哥恩。我劝你从此把子怕为敌，趁早起家怕回追。你是这把神枪出。天宝兄啊，你再无妹妹呀，来家做爷子，你说也说了，骂也骂了，小女婚事上望人前。把穆大人吩咐，小人也只好证明。只是怕久文斌不肯答应，何况他生意不节，如此今朝啊！身在我府中啊，一边去嘞？哪里是去嘞？天宝，母亲，快请周公子更衣，请来见我。老夫人，老夫人，老夫人，玉玉看来了，花厅公容。兄，小九，一家不见，别来无恙啊！周公子，做爷子为媒，小女许配于你。小子高攀不上。哦，做爷子，小姐呀，既然伯母大人硬要将女儿许配于你，那么你就勉为其难吧。此事说来，公瑾不是聪明啊，他去见过大礼。我穆大人在上，受小姐一杯，还该谢过做爷子大美。奇怪奇怪，真正的美人喏，还是天宝兄。哎呀，老夫人大爷，花轿小当民举起七几杯，等儿发落。啊，这是谁干的好事啊？伯母大人不必为难，花轿是我的姑，客人是我的亲，此事当然与我许账。做子三，做爷子，万望爷子设法。天宝兄啊，你好事做到底，送不送上天？你把9公子里面给我一声，告诉你妹妹即可罢当。畜生，还不说说早办？伯母大人，这个在理让我来当吧。神明爷子做主。王彪，吩咐下去，你去准备叮当，不请舅父啊！奴才还不说说早办？是母亲，女儿，今日一到，怕把柄母亲。老夫人大爷，什么事啊？这紫山把船单独踢出去了。王老夫强亲出枪周文斌，无奈被妹妹催命别行政。哎呀！